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公听会前委员长赵木钦甲富商王木忠的案件，爆出着司法界上大的见笑台。监察院昨下晡特别开记者会，痛骂着法务部的调查报告，毋但交代了无清楚，阁有违法的疑虑，直接退回报告。昨暝司法院长柯仲力嘛紧急来宣布，要专门来调查着这个甲富商有过往来的法官，3个月内爱交出着报告。所来今仔日透早，法务部嘛来公告，不管这个次数甲情节，嘛要清查所有甲这个富商有过直接的检察官甲调查官。调查局在这边装傻，高检署的部分现在还在加密，加密到民国119年呢。伊日顶赵木钦案件，立委区显地看法务部的调查报告有够生气，这案件敢有陷害银行的经理朱庆温无罪却被追诉的处罚拢无改淡。每个案件上去之后，都是石木清在那边等，都是林奇福在那边等，都是这些跟他在那边喝酒、用衬衫、买股票的人在那边等。这司法院的这个分案系统是怎么回事啊？虽然司法院甲法务部拢解释讲无外界所讲的533的法官伦理修正，不过法务部的调查报告连检察院都看甲袂做咧，直接开记者会替行，接受交代上一摆的前检察长罗永乾退休的速度引起质疑。罗龙前的部分是用光速的部分来退休啊，就9月9号开始调查之后呢，9月10号申请，在14号就核准了。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案件这么快就可以申请核准退休的情况下，到底是想要包庇什么？司法界重大的见笑台调查报告交代了无清无楚，检察院先开枪，司法院则紧急宣布要全面的调查。佮保证讲3个月内会交出报告，法务部伫透早公告全部清查，拍算要挽回外界对司法的信心。